国际新闻来看，过2礼拜美国特别来举行总统大选，将川普伫宾州一间麦当劳寄美林枝条，佮正做是服务员。伊的目的是要来考试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，讲伫台海时捌伫麦当劳做线工，拢是假哦。何锦丽伫乔治亚州的教会做事，嘛迎接伊60岁的生日。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拜六伫选举大家拢会竞争的宾州造势。伊伫巴克斯郡的一间麦当劳前卫士群寄马铃枝条，伊依照内场服务人员的解释，将马铃枝条放入油鼎，将寄好的马铃枝条压盐，搁放入包装盒仔。 Never touches the human hand. Very good. Very good. 川普也伫德莱所服务人客，伊亲切地小酒问人客，也摕手机欢喜的翕相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迄伫现场人客点餐的费用全部由川普阵营来付销。Now I have worked at McDonald's. I've now worked for 15 minutes more than Kamala. Okay, she never worked here. 民主党对手何锦丽几啊摆伫造势场合，讲起学生时代捌伫加州麦当劳做工，寄马铃枝条的往事。何锦丽也透过社群媒体答问，家己甲副手华珠，少年的时阵分别伫素食店甲农场做散工，拢是中产阶级的后代。川普一直考试何锦丽讲白菜，讲伊只是要救活蓝领阶级，塑造中产阶级的亲民形象。也毋过川普并无提出证据。 何锦丽伫60岁生日这天，连续造访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近郊的2个教会。伊表示，美国当来到十字路口，伫民主制度之下，人民才有选举的权利。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 is up to us, as Americans and as people of faith. And what kind of country do we want to live in? A country of chaos, fear, and hate, or a country of freedom, compassion, and justice? 离美国大选剩2礼拜，何锦丽呼吁黑人教徒出面投票。另外，也已经背书支持何锦丽的时尚歌手史蒂芬·旺达是到现场献唱助攻造势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